歡迎收聽呢節嘅財經華爾街，我係張思文。歐美金融市場啦，同埋港股星期五都係假期休市。睇翻本港嘅樓市，喺復活節長假期之前，位於西沙嘅大型新盤公布首批價單，折實平均尺價大概係10,400蚊，創咗近11年新低，較周邊二手屋苑低超過2成。展望第二季，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就相信發展商會維持低價開售策略。一方面貿易戰前景不明朗，加上存貨仍然多，預計會以先求量後求價嘅策略為主。佢相信市場購買力仍然未完全釋放，除咗吸納一手新盤，預料二手成交量亦都會增加。第二季二手私人住宅買賣登記有望錄得9,500宗，按季增加2.9%，或者創4個季度嘅高位。交投量上升亦都可能帶動二手樓價喺季內靠穩。至於租務市場方面，陳海潮話第二季陸續有內地學生提前來港租樓，連同高才同埋專才嘅租務需求，都支持租金上升。佢又話，差估署數據顯示，實用面積430平方尺或以下嘅小型單位，租金回報率已經連續3個月維持喺3.7厘，屬於超過10年嘅高位，吸引投資者買細單位放租。低價策略，我相信喺第二季都係會係個大方向嚟嘅。講緊成個市場呢，都係有關稅戰嗰個陰霾啦。發展商呢都係即係比較克制嘅喺開價上。另一個原因呢，就係因為手頭上嘅庫存都仲有唔少啦。市場講緊都有成2萬貨嘅即係貨尾啊存貨，再加上其實啲新供應都係即係持續都不斷有嘅。咁所以發展商呢都係寧願先求量後求價，做到薄利多銷嘅情況啦，等多啲資金可以回籠咯。尤其是啲比較大型嘅新盤啦嚇，咁嘅開價都係會比較貼市、比較低價去開出嚟，去吸引個市場嘅。最近呢，有啲新盤呢就減價加推啊，咁啊新價單呢仲平過舊嗰批添。係啊，冇錯啊！如果你有啲新盤之前可能相對個市況都冇咁波動啊，冇咁差嘅，咁當時開係高少少嘅，咁發展商都要睇翻實際嘅情況啦。咁個環境轉變咗啦，所以新即係加推嗰啲咧，都係要即係將貨就價啦嚇。咁喺一個市場即係唔係太明朗之下咧，亦都係要稍微調低啦，比上一批，咁所以先至要吸引到個買家入市咯。第二季啦，可能推售嘅全新盤啦，咁啊最少都有9個啦，咁啊涉及大概3,600個單位啊。咁啊，你覺得咧市場吸納啊或者消化嘅情況會係點呢？嗱，呢個潛在供應啦，咁到時實際推出嚟咧有幾多咧？我諗都要睇翻個市場狀況啦。不過我相信個市場咧，即係個吸納成績都仍然有嘅嚇，因為我哋見到啦，其實個樓市個氣氛轉旺咗，正式嚟講係即係2月打後，即係過完晒農曆新年之後啦，2、3月嗰陣時係比較旺嘅嚇。咁我相信咧，即係之前啊一段時間積聚咗好多購買力，都未完全釋放出嚟嘅，只係開始叫做個曾經出現嘅樓市小陽春啦，部分釋放咗出嚟，嚟緊呢都仍然有好多個購買力。我相信如果個市況咧相對都係穩定，剛性需求啊，同埋有啲投資者咧都係會繼續入市嘅。咁二手市場方面嘅購買力又係點啊？二手我相信都唔差㗎，我哋見到啦，過去一段時間呢，一手係非常之暢旺啦，帶動到成個樓市都氣氛都轉活嘅。咁見到二手呢，有個幾明顯嘅改善啦，我哋見到第一季二手買賣登記呢都有7,372宗㗎，雖然比佢舊年第4季都仍然係下跌啦，但係見到首季最後一個月呢，做嘅成績都係非常之好㗎，市場係復甦緊咯。第二季咧，預計都有唔少嘅新盤推售啦。咁啊，市場嘅焦點咧，會唔會集中喺一手啊，而影響咗個二手市況啊？嗱，我諗相信會雙線並行咯嚇。咁一手當然有個吸引力啦，咁二手咧業主亦都會就住個價錢去調整啦。咁我諗好多一手嘅向餘客咧，都會向翻二手市場去繼續去尋寶咯。咁就好似3月份嘅情況咁樣啦。如果當一手推盤出現一個空窗期之後啦，啲購買力又會回流翻去二手咯。所以二手都唔使話太悲觀嘅。
咁啊，剛才咧你都提到啦，貿易戰影響發展商啦開價啦就較為克制啊。咁啊，二手業主啦或者準買家嘅態度方面啦，有冇受到貿易戰影響啊？多少更有㗎啦，即係心理上嘅影響啦嚇。但係貿易戰又未必話對一啲好剛性住屋需求嘅買家有太大影響嘅嚇，因為住屋係一個長遠嘅計劃嚟㗎嘛。咁你始終如果有需要的話呢，咁都仍然會繼續入市啦嚇，即係唔會因為一個貿易戰而放棄咗個機會。因為我哋睇翻呢整體嘅樓價呢，其實較歷史高位呢都累積跌咗大約30%左右㗎啦。咁其實依家相對嚟講都係一個吸引嘅價錢。有冇見到啲準買家啦咁啊趁機執平貨啊？都有㗎，我哋見到即係過去呢一兩個月咧，其實都陸續有呢啲情況出現啦嚇。即係個別有啲業主啦，即係佢可能有資金周轉需要啊，咁佢唔介意平少少。咁其實都見到好多買家即係有即係針對住呢啲去物色啊，去尋寶咁樣嘅，甚至咧都見到唔少投資者都有係留意呢一類即係平價嘅細單位嘅物業去入市咯。一般嚟講啦，業主可以接受到幾多嘅議價幅度啊？其實一般3-5% 都比較容易傾嘅嚇，咁個別有啲要求大少少啊，8-10%咧就可能即係個拉鋸啊，洽商時間要耐啲咯。咁你預計第二季嘅二手成交量啊，同埋個樓價嘅情況係點睇啊？第二季呢，我哋相信就都唔會太差嘅嚇，甚至會有繼續上升嘅。咁二手私宅買賣登記呢，我哋估計會去到9500宗啦嚇，因為4月份呢，有機會都去到3550宗㗎啦，我哋估計。咁如果5月、6月各自都可以維持平均3000宗的話呢，咁就可以去到9500宗咯，成個第二季啊。咁啊，比起第一季呢，就上升就2成9左右啦，而且估計會係創4個季度以嚟嘅新高咯。價格方面呢，希望可以樂觀少少啦嚇。第二季如果個交投量上升嘅話呢，可以帶動到個樓價都傾向靠穩嘅。第一季樓價呢，就跌咗大約1.5至2%啦，我哋估計。咁如果第二季可以即係叫做一個持平橫行，或者係只係輕微跌少少的話呢，整個上半年呢個樓價就可能係微跌至到平穩嘅水平咯。嚟緊個利率走勢啦，點樣影響到個樓價？如果真係有機會減息的話呢，咁當然對個樓價係會有個支持啦嚇，咁啊個供樓負擔壓力係會輕鬆咗啦嚇，相信對個整體個樓市呢都係會係一個好事嚟嘅嚇。不過如果萬一未必話咁快減息的話，即係可能要推遲到去接近第三季啊9月份嗰陣時先開始減息呢，咁可能個樓市個交投就相對會慢少少啦。不過我相信又未必話會太慢嘅，始終嗰個息口累計呢都由即係舊年嗰度一路減咗落嚟，都有一定嘅減幅啦，供樓負擔壓力都係細咗，同埋即係都預期係會傾向繼續減息，就唔會話倒翻轉加息咁樣咯。咁啊，你睇好啦，第二季嘅成交量嘅表現啦，咁啊，租務市場方面啊，情況你又點睇呢？嗱，租金啊，租務市場我相信係會繼續都興旺嘅。開始踏入第二季啦，陸陸續續咧，估計會有啲內地學生啊偷步會嚟租盤㗎啦。咁再加上高才啊、專才啊嗰啲都持續流入香港㗎，咁佢哋對於個租務需求咧係比較強烈嘅。咁我相信可以支撐到個租金咧繼續向好上升咯。咁啊，投資者放租啦，咁啊，而家嗰個租金回報率啊，咁啊，大概係幾多度啊？租金回報率我哋見到都好理想㗎嚇，咁啊即係差估署最新嘅數字反映到啦，過去連續3個月咧，例如430尺以下嗰啲 A 類細單位咧，都維持喺3.7%嘅，咁呢個都係有10幾年嚟企喺幾高位嘅數字嚟嘅，尤其是2、3月開始啦，咁好多投資者入市咧都係睇中呢一個點啦嚇，因為細單位咧個租金回報率比較高啊，咁所以好多投資者就選擇一啲市區啊、旺區啊、交通方便啊，有鐵路沿線嗰啲細單位嚟到入市嚇投資去放租嘅。呢節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